再来看台东的避南溪哦，防止风背山的设施最近是咧，互大水雨冲歹去，这几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气象署嘛发布陆上大风特报哦，所以台东市区又搁有风背山。环保局甲第8河川分署是表示讲，上近3礼拜内会甲相关的设施修复完成。日是下晡一阵强风，台东市区搁变做沙城，连活水湖有水汽所在，风背山嘛拢挡袂掉。这阵风背山事件，因为20台东县大水雨期间，避南溪水位顶悬，加出来桥到电话大桥沿路的溪床，防止风背山的700多公顷水淹田冲毁。即马水退啊，溪床现出来，真大数的幼山，较会去互大风吹起来飞去市区，造成空气不良。负责水淹田的第8河川分署甲台东县环保局已经启动紧急修复计划，派大批机具到避南溪床施工，一定3礼拜至1个月修理好。总计预计3个礼拜之内把它完成哦，可以控制到大概80%的那个扬尘的面积的影响。其实可以施作的量能是有限，所以推算下来的话，大概需要30个工作日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整个水覆盖的一个修复部分。不过，即马又有风台外围环流瓦近，气象署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环保署提醒民众，伫水淹田修复期间，要注意空气品质监测，并准备喙罨，随时做好自我健康防护。记者采访报道。